手路菜要带大家吃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这间已经传承3代客家餐厅，内底上界出名的菜就是仙草乌骨鸡，特别用关西在地大出的仙草，温温啊火落去控10外点钟，甲仙草将介精华，也有鸡肉营养规拢夹做伙，就算热天吃嘛袂感觉真打扫。即马传承到第3代，因为唔甘时代心血，无人接咧做，决定登记故乡接厝内事业。 招牌乌骨鸡汤，接一喙啊，好啉袂伤油，佮闻得到仙草的香味。内底乌骨鸡煮了真正味，搭喙拢真香，巷仔内一定拢会点得出。它这边的食材比较道地，然后喝起来比较甘醇。用料真实在的好滋味，爱用白白的火来炖。这个熬啊，我们说实在话，我们都不去算时间呢，我们都是每天下午熬到晚上就把它熄火。 伫边仔古火是客家餐厅第3代古瑞琴，做20多年的伙计，因为唔甘时大人拼落来的事业无人继承，决定登去接手，把这个一向熟悉的好滋味捧出来给人客。仙草是植物胶质，那乌骨鸡呢，它有动物的胶质，它时间有这么久了，它两个味道的胶质融合在一起，那个味道是非常圆润的。 用10点钟的时间落去炖，乌骨鸡青甲仙草的清香夹做伙，就算无个调味，啉起来同款真清爽。它很香，有它那个仙草的味道，然后肉也很韧。 虽望为细汉看到大汉，毋过就惊会甲名写拍歹去。古瑞琴拢一直真注心地伫个爸母的身躯边学，想袂到才登去接几个月尔，爸爸就因为一场意外变作植物人。爸爸车祸，躺了3年多，快4年，植物人，然后最后走了，没有留下半句话。 心酸艰苦嘛无甲古瑞琴拍倒，为着要互爸爸失望，嘛为着要好好照顾妈妈陈欣兰，伊拍拼练煮食的功夫，用创意互传统的客家菜有新的风格。这出吉芳椒盐粉肠就是一个代表。 酥酥脆脆面粉，甲 Q 底地粉肠包起来，加上吉仔香的果子香甲苦味，口感真特别，是别的所在拢食无的创意料理。外面炸得很酥脆，里面又保有我们大肠里面的一个鲜嫩度，而且它的极香的味道加上胡椒的一个搭配，在味蕾里面迸发出来，真的是蛮不简单的。 真细间的灶脚内底有古瑞琴真大的梦想，我对不起家己甲天顶的爸爸，要好好守护厝内的人，甲组团的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